逾越節第一日同埋第二日嘅晚上，猶太人會喺屋企舉行逾越節嘅晚餐，呢一個亦係節期嘅高潮。讓我哋先嚟了解下宴席入邊嘅4杯葡萄酒，佢哋代表出埃及記6章6至7節嘅4個應許。第一杯係成聖之杯，應許係耶和華帶我哋離開埃及。第二杯係審判之杯，因為耶和華會拯救我哋脫離為奴嘅生活。第三杯係救贖之杯，因為耶和華會用大能嘅手拯救我哋。第四杯就係讚美之杯，因為耶和華要我哋作佢嘅子民。宴席入邊第三杯酒係救贖之杯，就係路加福音22章20節，耶穌舉起第三杯酒嘅時候，表示呢杯係我用血所立嘅新約，係為你哋所流嘅，證明耶穌用佢嘅血就能夠大能地拯救我哋。宴席入邊有羊頸骨，喺以賽亞書53章1節，耶和華嘅膀臂向誰顯露呢？當中嘅膀臂就同羊頸骨嘅希伯來原文相同，表示舊約時期基督嘅身份被隱藏，但係將會向有信心嘅人顯露出嚟。哥林多前書5章7節，我們逾越節的羔羊耶穌已經被殺獻祭了，因此逾越節嘅種種傳統都係預表基督耶穌。請大家奉獻支持國度復興報跨平台媒體事工，邀請你嚟 like 或者 follow 國度復興報嘅 Facebook 專頁，讓我哋為咗神嘅國度隨時隨地禱告守望。